108年度课语能力中级及中高级认证。阅读测验题型认识。咖啡哦，爱吃咖啡吗？要不要喝咖啡？哎，先生，你要不要来一杯我的哈咖啡比特调的咖啡？咖啡吗？喝什么？哇，董好啉。来这条嘞。俺个无带到钱，敢可以本爱茶师？哈？你没带到钱哦？你做嘛嘅？你做嘛嘅？喂，警察哦，那个有人没有带钱来喝我咖啡啦。他还在这，没有走。不要吧，我不是故意你的。不要走。好，麻烦你喽。想赊账是不是？拜托你，要我真的是每个不是故意客人都跟的啊。哎，警察就是他。什么？你不用叫，哎，没不要有带警察，钱哎，我们不是故意的嘛。拜拜。出门无带到钱，果不上囤点头家。A. 茶师 B. 技师 C. 事前 D. 减钱。大家好，我是牙学语欣赏罗文一。这一题的解题技巧呢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除了空格的地方，你要将题目真正的仔细的看清楚啊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你除了看清楚关键的词汇以外呢，你要把题目的原来的意思看清楚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你如果已经很明确的知道答案了，可以立刻作答，或者是你还在怀疑的时候，可以想用删除法来作答。第四个呢，当你看到填空题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办法作答，你可以往前一段文字来看，或是往后一段文字来看，你试着想象一下，这题的情境是什么？那哪一个答案是最接近原来的意思呢？那你要主要是符合这里面的情境逻辑，还有题目原来的意思，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答案。哎呀，这简直是送分题啊！各位同学，好好把握，好好加油！报名只到8月5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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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很重要，所以念了4次。